出一鍋香噴噴嘅乞衣雞啦，皮脆肉嫩，鮮嫩多汁啊，好食到舐晒手指㗎！一齊嚟睇睇我係點樣整㗎啦！認真睇，認真學啦，只需要幾個簡單嘅步驟啫。第一步，將啱喺菜市場買返嚟嘅雞咧清洗乾淨。呢隻雞咧洗咗我60幾㗎，跟住用鹽幫佢做一個全身按摩。咁樣去一去除雞皮表面嘅邋遢嘢，仲可以鬆筋化脾，更加容易入味㗎。之後將隻雞清洗乾淨，用半隻檸檬幫佢塗勻全身，咁樣咧可以去除雞嘅腥味㗎，而且增加一層淡淡嘅檸檬香味添。今日我將呢個菜嘅詳細技巧同方法咧，全部分享俾你。如果哥哥姐姐們有緣刷到嘅話，可唔可以幫我點個小紅心支持鼓勵一下？一個紅心對你嚟講可能唔算咩，但係對我一個廚師嚟講，鼓勵同支持真係好大㗎。你就幫我點一個啦。小陳喺呢度送出祝福，祝所有睇到視頻嘅哥哥姐姐們，祝你哋一冇病，二冇災，三有喜，四來財，身體健康，子女平安，全家幸福。感謝支持啊！第二步，拎起一壺滾水，兜口兜面咁淋落雞身上，令到雞皮快速咁收縮。呢個係雞皮 Q 彈爽滑嘅關鍵啦。跟住呢，放啲蔥薑、生抽同埋老抽啦，跟住加一殼花生油，裡裡外外咁塗均勻，醃製佢40分鐘。第四步，電飯煲底鋪上薑片同埋蔥段，加入醃好嘅雞，唔需要加一滴水啦，撳煮飯模式煮30分鐘。你睇下，咁樣整個乞衣雞啊，色香味俱全啊，鮮嫩多汁。食嘅時候咧，記得關好門窗啦。如果唔係，隔離屋聞到味咧，都會嚟同你爭食啊！記得點我關注，每日都有家嘅味道。